恁兄弟自入门户以来，咱三兄弟就真久毋捌见面。难得今仔日倒转来，咱应该爱加大几工啊！大师兄，今仔日若毋是师公做70个大寿车，阮兄弟才未转来。是啊，这回阮兄弟转来，专讲是要甲师傅拜寿的。即马寿台已经过去啊，阮兄弟嘛通好转来。我了解我阿爹的意思，我阿爹为着10年前奉兵来死，对恁兄弟都无好感，所以我也毋敢甲恁强留。但是我必须爱向恁提明一，我阿爹寿诞迄一天，连奉兵的囝凌小环出现大闹寿堂，这件代志，毋是遐紧就会煞哦。大师兄，你讲凌小环是为父报仇来的事，无毋对，但是伊要找的是师傅啊。也毋过，凌凤斌的死就是恁两兄弟甲逼落去断崖啊！这所以恁爱小心提防，保镖走遍大江南北，若无小心提防，小犯这个人。大师兄，我明白啊。你讲凌小环是一个小犯，必须将伊治掉。人无上好罪，好友伤人心。我明白啊。师兄，过时。大哥，你就是走来这，害我安尼找你找几步找无啊！你找我要创啥？哎，你迄个总竞赛纪家良把我款款的要转去啊咧！小妹，你是走去倒位？害阿兄叫足侪人四界伫咧找你。阿兄，我是出去外口行行看风景啊。阿兄，你找我有代志哦？那恁家爱来转啊？啊？要转去？阿兄，等咱这一摆来进气堂，啊，毋是讲专工是要甲大老爷拜寿礼来的啊。阿兄，啊你遮尔紧就要转去，啊你敢行会开骹？你敢甘？莫在遐乱讲话，赶紧去看行李。阿兄，我看你敢毋是为着杜雅英，伊甲迄个凌小凤，因是青梅竹马，所以你才感觉自然离退要转去，对无？你这死查某鬼啊，莫在遐乱讲。兄。如何传？
是叫我讲，都要留落来，甲林秀芳公平竞争性。对啊，你若安尼，我毋才有机会踮咧遮加佚佗几啊工。你呀、讲来讲去嘛是为着你家己爱耍，我看啊你即时去甲我收拾行李，咱即时来走。哎，阿兄，我用你走。杜前辈，季公子，老夫若交代不周的所在，请原谅。无啦，杜前辈，在下实在是，在下是无法度忍受林小芳，所以无走就袂用的啊。如玉，你哦，季公子，阿英是我的查某囝，老夫一旦甲答应出来的代志，你何必为着小芳这个小囝来替你吃醋呢？杜前辈，我想要请问你，到底林小芳伊伫咧正气堂是啥物款的人物？无瓜葛，咱若安尼生，是安怎伊伫咧正气堂大汉，而且搁较小只丽英，而且是青梅竹马呢？这是伊的阿爹洪斌，就是我的老爸文道。自从洪斌死了后，我爸看到伊可怜，毋再甲叫来身躯变养饲。伊毋是可怜你，才收养你的。阿公收养你，是为着要弥补伊生活来欠求。这10年来，阿公嘛有够可怜啊，逐工伫咧活动念佛，从来都毋捌笑。伊受心搬来的折磨，重心上的责备，足足有10年啊，还阁是无法度通好了结这阵运啊，才是有人毋放伊煞。处事的不老力啊，不爱小芳，阮爹爹的惨死，伊亲的眼冤啊！小芳的时分啊，不记怨，无怪阮的小芳来报冤嘞。阮阿公啊受养，20年小还甲你是同胞心。正气转来迄个艰苦起，你是要为阮也为伊。你讲啊，小红，你讲话嘛，你话都袂出来啊吼！哪样啊？老爷的太官，冤悔，永远牢记实在心扉啊！对我的感情是更可贵。小风的哑铃啊，变是灰的。小红，有你一句话，我就心愿意足。我嘛无希望恁兄弟为着正气堂
你我莫承受啊！但愿有迄一天会来哩。阿英，阿爹，遮尔后嘛，你那也唔去困，踮遮创啥？是。你变甲无亲像是我大兄林小凤。小凤，小凤你，我知影，这阵以来，你食正气冻的饭，对点杜永清的身躯边，食好，穿好，还佫有如花似玉的杜雅英，每日一日陪伴你斗阵。我怪你会将10年前的代志，袂记你甲一干二净。小环，别叫我！小环，我必须让你知影，你即嘛是正气动的人，我不会甲你讲话，但是我会甲你讲，我要为父报仇。我的心意是永远袂当改变。到时阵，你我正气同见面。小环，别叫我！看来正气同这条的艰苦是无法度头来撇免。早晚的小环一定会来报仇。踮咧遐伫鬼鬼祟祟创啥物？我毋是要创啥物呢？我是要来你讲一个消息。什么消息？你的敌人哦，加一个后。敌人？是啊，是正德啊。啊，若是我哦，差不多的嘛是你正德之一。但是我搞了这正气动了后，我才决心放弃杜雅英小姐。我无想要娶伊，因为我家己哦照镜了后，发现讲我确实有影，有较输你一丝啦。啊！你说我会听讲你的正德会使用什么精神攻破伊杜雅英小姐？我听。嘿嘿，你无爱听，我甲咱讲，迄个忠义山庄小庄主纪家良啊。因哦，根本都无倒去忠义山庄咧。因两兄妹是住咧咱附近这个迎宾阁，哈！伊伫遐伫咧期待讲，时时刻刻要等待杜雅英小姐，要向杜雅英小姐施出迄个爱情的攻势。啊，若是我吼，差不多的时时刻刻伫遐准备要找找资料争得，通好报你的情报啊！哼，有道是知己知彼，必战必胜。你无听人伫咧讲？战场如战场，啊！若是我差不多的啊，我定无条件做你战场的细作。若是我差不多的吼，我定好了，你讲的话已经差不多了。是有影讲了较差不多啊啦。下回分解，下回分解。啊，若是我差不多的吼，你差不多好休息了啦。啊，是有影应该爱转去休息啊啦。宁小环，你总也来了。你的口气，和亲像早就相当准备。请问你有什么款气？最实点出来。你现在
仔的心情我是了解。如果你若待我，会当化解道家甲梁家这段的恩怨，我却也真甘愿死。不过，你爱明白，你若待我了后，敢有可能离开正气道？哼，大英青，你要吓我？我甲你讲，我小元过来都唔惊死。少年啊，唔通轻狂，凭你的武功，是绝对无法度逃走。小元，你爹令凤斌之死，是我杜行清的唔对。我年纪这么多，死对我来讲，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。我所担心的是，道家甲林家，若是结下了不解之冤，我死都袂安心。好，大英青，不管你安怎讲，我小元今仔绝对会帮你说。嗨，嗨，嗨。马球，哎呀你，过去走，你们走走。好，小伟力，我不会听你跟我走。小元，你，阿爹，先生，先生，你来做什么？有东西吗？是我连经去甲恁吵着死。不是，阿爹，我是有听到打斗的声音啊。无这个代志，恁拢转去，阿公，无你的代志，甲我回房。阿公，你在创什么？现在唔准我去抬，你是无法度抬。就算讲我无度抬，你嘛不应该甲我主动，你应该帮忙我，咱两个兄弟联手来对付大雄青才对啊！我真是袂晓，你到底是为着什么？敢讲10年前，阿爹搬来去断崖死遐尼凄惨，你拢总袂记啊？是？你阿爹临前，咱两个兄弟。用手一直甲大雄青破，讲叫到这阿爹现咱，你拢袂记啊？是？哎呀，你讲话，你讲话，你讲话啊！我叫大雄青甲你收养10年，你都真是老变啦！你可知影10年前，我困求阿娘带我去迄个正气道，是为什么？为大雄青昆仑道法，为的也是要替阿爹报仇。那你为什么？我在多高10年的日子老也听我
应该爱平平嘛。无，大乡青对你有恩，但是对我无共款。我小凡有生一年，我绝对无要放大乡青煞。梁小环。